去中国化的开山祖中国。最近几年，电视报纸真接看到“去中国化”这个名词。较特别的是，这个词是中国国民党摕来骂台湾人甲民进党政府的专有名词。近摆若有现代化甲在地化的想法，还是政策提出，中国国民党一定摕这个词出来反对，佮感觉真有路用的款。对本土语言教学开始，一直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罗马字教育，拢总共款。咱捌主张学校除了波普摩教学以外，佮早即开始教罗马字 ABC， 上好是比较华语教育波普摩的手册，嘛编写本土语言手册。罗马字先教10礼拜，提升母语教学效果，佮方便台湾囡仔后摆去世界，通用罗马字学别种语言，帮咱拼经济。安尼，敢嘛算是去中国化？可比讲，现代社会不管是民间、官方、科学、文学、医学、哲学的文书，定着拢是用白话文来写。无人搁咧用古早的死语文、文言文，所以大家建议学校语文课应该尽量教较济白话文，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础。毋过，中国国民党随大声徛出来反对，讲迄是去中国化。事实是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的时，中国学者徐志摩、吴锡、陈独秀等都有安尼的主张。遮个人拢是杰出有远见的中国后人。等到今仔日伫台湾遐个主张文言文的学者、作家、媒体，本身嘛无搁用文言文讲话、写作、报新闻。搁有正港的中国已经甲繁体汉字废掉，改用简体汉字，这嘛是鲁迅的主张。汉字无灭，中国必亡。因为汉字歹学、歹写、歹记、歹认。语言学纲要，北京大学出版，1985。要用这款文字来认捌文明，追求知识甲创造新文明甲文化，是足困难的代志。续来，中华民国伫中国制定的波普摩，正港的中国，即马并无采用，颠倒是选用 ABC 符号的汉字拼音，这当然嘛是去中国化。毋过，安尼才是正确的选择。结论：去中国化是中国人带头开始的，嘛是正确的。咱应该大力、快速、佮有效率催促去中国化。